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2月11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0篇第1节到第6节，列王记上卷第11章26到40节，哥林多后书第2章12节到1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门。咱咧讲上帝关一扇门，也要为着咱开另外一扇门啦吼。咱安尼讲是因为凭着即个基督徒的信心，咱信即个上帝会带路，相信上帝会互咱机会。但是咱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阵，若是上帝互咱的一寡规定、法律，咱无要去遵守，那安尼原本上帝为着咱所开的大门，也要关起来。咱伫以色列的王朝内底去看见，扫罗王也是安尼，伊违背上帝的旨意，看家己过头，所以上帝为着伊所开的门，也甲关起来。就算是迄个上帝特别允准伊去圣殿上帝的厝的即个所罗门王，嘛是安尼啊。咱会记伫所罗门还未接大卫要做王即个时阵，上帝明白甲大卫讲，你的囝所罗门，若准亲像你共款，大卫共款遵守诫命，就要得到福气。但是真可惜，伫今仔日的经文，咱看见晚年的所罗门，伊离开上帝的道路，所以递到着上帝来分裂以色列，要将所罗门来以这个门甲关起来。咱对于今仔日的经文，列王记上卷第11章33节到39节2节啦33到39，咱来看见就讲上帝因为因弃杀我，去敬拜西顿的上帝阿斯塔洛、摩押的上帝基抹，甲阿门人的上帝米勒公，无行我的道路，做我看做正直的事，守我的律例法度，亲像伊的老爸大卫所做的，因为这我要困苦大卫的后裔，这是39节啦总是无够永远。上帝伫所罗门离开伊的道路去拜偶像的时阵，上帝关所罗门的王，却为着亚罗波安一个真少年真顺服的人来开一扇门，而且要互伊来做王。所以上帝甲亚罗波安讲我要处理你要做以色列的王，照你的心一切所爱来管理。你若听我一切命令过来这足重要行我的道路，做我看做正直的事，守我的律例法度，亲像我的奴仆大卫所做的，我就甲你伫地，甲你建立坚固的家，亲像我甲大卫所建立的一样，阁要将以色列交予你。所以所罗门王违背上帝的问题，其实足严重的毋是去拜即个摩押的神明、阿门的神明，去西顿的神明，安尼尔听。伊继续违背上帝的旨意。伫接续的经文40节的中间，咱看见所罗门知影亚罗波安的代志了后，开始追杀伊。这个情景，这个同款的记载，就亲像伫扫罗咧对大卫同款迄拢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要伊来关门，这是足重要的原因
保罗是初代教会一个非常重要、有名望的宣教师、教导者、教会创立者、教会制度的制定者，伊有十足的即个热诚伫传福音的顶悬。对伫教会发展也非常的关心。但是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有侪的所在，伊想要去，但是煞毋是上帝允准伊去的。但是这个顺服的保罗，时常因为上帝的神来禁止伊，伊就放弃原先的计划。这是一位真正忠心的奴仆，是上帝所欢喜的。哥林多前书第2章，咱来看见保罗的心志。伊安尼讲，前我为着基督的福音到特罗亚，主也甲我开门，这是真忠心顺服的伊佫讲，咱感谢上帝，常常伫基督得胜，来做头带阮，也用阮伫达所在显明伊对即个捌基督的才有的气味。所以，就算有阻碍，就算有困难，就算有烦恼，但是因为伊顺服上帝的旨意，上帝就带领伊来保守伊，为着伊开门。哥林多前书第2章17节，保罗也安尼来告别伊的信仰。伊讲，因为阮无亲像侪人混杂上帝的道理，就是用诚实来对上帝。伫上帝面前，伫基督来讲，咱看伊真做一个真坚守上帝诫命，无用即种人情世事的原因来掺杂伫信仰的道理，也是讲教会管理内底，即种的才是上帝所忠心的奴仆啦。咱必然要因为忠心，要来看见上帝为着咱所准备的门来拍开。我想伫教会事务的处理顶悬嘛是安尼。咱另外伫即个实际上咱的生活中间，咱看见台湾伫即个疫苗的市场非常混乱，非常竞争的即个情形的下面，有一寡人专门咧出嘴的，专门咧批评的。但是咱看见政府真正实在真尊重双方的即个约定，真努力伫应该爱做的顶悬来努力的时阵，又得到好的成果。伫即礼拜了后以来，有几啊个消息，咱得到已经500几万剂的即个疫苗，已经开始要准备来送往台湾去啊。后续当然应该会更较济我想即种的情形，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讲，实在是一个真好的提醒。咱需要安静来遵守上帝的道理，安静来听候上帝为着咱来开门。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2月1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0篇第1节到第6节。列王纪上11章26到24节，哥林多后书第2章12到17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门。常常听基督徒说，上帝开了一扇门，他关了一扇门，他必要为我们开一扇门我们说这样的说法是一个基督徒的信心的表现。上帝必然要带路，上帝会给我们机会，开门就是机会嘛但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相反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若是上帝给我们机会，规范我们，但是我们却不去遵守，那么原本为我们敞开的大门也会关上。以色列帝国的王国的这个扫罗王，他就是如此，不是吗？他把自己看得比上帝还要伟大，
所以他得罪上帝，上帝就把他的门关起来。另外，即便是那一位上帝允许他为上帝盖圣殿、上帝的家，这个所罗门王呢，也是如此啊。当所罗门王还没有接任这个大卫当王的时候，上帝就启示告诉大卫，他说，如果所罗门能够像大卫一样遵守他的诫命，就要蒙福。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所罗门他晚年的时候，他离开了上帝的道路，乃至于上帝要分裂以色列，将所罗门的大门给关起来。列王纪上卷第11章33节还有39节这样提到，他说，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所罗门离弃了我，去拜外国神明，就是西顿的女神亚斯他路、摩押神基摩、亚门神摩洛。所罗门违背了我，他犯了错，没有像他父亲大卫那样遵守我的法律诫命。我要因所罗门的罪惩罚大卫的后代，但这惩罚不是永远的。上帝说要关了所罗门的门，大门，这个要关起来，但却为了这个年轻却愿意遵守上帝诫命的道路的耶罗波安开了一扇门。所以上帝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上帝跟耶罗波安这样说道，他说，耶罗波安啊，我要立你做以色列的王，你将统治你所希望得到的领土。如果你完全听从我，又非常强调这件事情，如果你完全听从我，做我喜欢的事，遵守我的律法，施行我的命令，像我的仆人大卫一样，我就永远与你同在，会使你做以色列的王，并且使你的后代继续统治，正如我向大卫所做的一样。所罗门离开上帝的道路，去拜很多外邦的神明，像亚门的神、摩押的神、西顿的神。不但如此，他更继续违背上帝的旨意，他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接续的经文40节进一步提到，所罗门知道耶罗波安的事情之后呢，他就开始来追杀他。这样的情节其实我们不陌生，就如同当时候扫罗追杀大卫一样，他是违背上帝的旨意。这个是上帝关起他的门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从新约我们看到保罗，他是初代教会里面非常有名望的宣教师，是一位教导者，是教会的创立者，是教会制度的制定者。他有十足的热忱在传福音上面，对于教会的发展他也当然很关心，对教会的关心也是一样。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传统，我们看到有许多次许多地方都是保罗他想去的，他很有热忱，他想去，但是却不是上帝所喜欢，上帝所允许他去的。所以顺服的保罗就时常在上帝的灵禁止他的时候呢，他就放弃了原先的计划。这样是一位真正忠心的仆人，是上帝所喜悦的。在哥林多后书第2章，我们看到保罗的心志，他这样说，我到特罗亚传基督福音的时候，主已经为我开了工作的门。他接着又说，但是感谢上帝，因为他时常率领我们，使作为基督俘虏的我们得以参加基督凯旋的行列。
他又使用我们到处散播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即便在整个的宣教路途上面有阻碍、有困难、也有担忧，但是因为他顺服上帝的旨意，上帝就带领他，保守他，为他开门。哥林多后书第2章第7节，保罗又这样子告白他自己的信仰。他说：“我们不像许许多多的人，把上帝，把上帝的信息当成商品来叫卖，因为上帝指派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呢，得以基督的奴仆身份，诚诚恳恳的宣扬信息，成为一位坚守上帝诫命，不用人情世故的原因掺杂在信仰的真理管理教会，这样才是上帝忠心的仆人。必要看见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门敞开了。在教会的事务处理上面是如此。另外，我们也看到，那个台湾的疫苗，在这个非常竞争诡谲多变的这个疫苗的市场上面也是如此啊。不若那一些只会用嘴巴批评，然后这个讲了很多的人一样，政府的踏实、尊重双方的约定，努力的工作、协调，都必然得到好的结果，这扇门就会开哈。所以这个礼拜来，我们看到台湾的疫苗的购买上面获得极为重要的突破，目前确定已经500多万准备要运送到台湾来了哈。那后续还有更多了哈。我想这对基督徒不易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必须要遵守上帝的诫命要好好的静静的等候上帝，让上帝亲自为我们开门。